大家平安。在今天，我们来到主人面前，一起来敬拜。透过敬拜，透过领受上帝的话语，愿上帝就祝福在我们当中，让上帝真的成为我们的力量，在我们生命当中引导着我们，让我们从上帝的当中来领受真实的恩典。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一起来敬拜。感谢主，主真是我们的力量到永远。让我们在每一天当中都来经历上帝的看顾。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来领受你的恩典，在你的带领当中，在你的祝福当中去经历主你的看顾与保守。期待主，愿我们所做的是你所喜悦的，将这些都仰望在主你手中，恳求你亲自恩待我们。主，我们要将这一切都摆上，让我们更深的去经历你，让我们更深的有主你的恩典与同在。
主，在这世上唯有你，唯有你。即使我们身体软弱，即使我们遇到了任何的风浪，没有谁像你一样。而我们在当中先将自己摆上，恳求你充满在当中。感谢主，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交在主你面前，愿主你悦纳我们所献上的。将祷告祈求的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8月15日，让我们一起来读《列王记下》第23章第21节到第31节。《列王记下》第23章第21节到第30节，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约西亚王命令人民遵照约书上的记载，守逾越节，遵从上主他们的上帝。自从士师治国的时代以来，任何一个以色列王和犹大王都没有这样隆重守逾越节了。只有约西亚在位的第18年，王和人民在耶路撒冷庆祝逾越节。为要实施希勒家大祭司在圣殿发现那书上所写的法律，约西亚王把耶路撒冷和犹大其余地区所有的通灵者、算命者、一切家族神像、偶像以及一切异教崇拜的东西都清除了。在他以前，没有一个王像他那样尽心尽意尽力地侍奉上主，遵行摩西所颁布的法律。在他以后，也没有一个王像他那样。可是上主因马拉西王所做的事，而对犹大所发的烈怒，到现在还没有止息。上主说：“我要对付犹大，像我对付以色列一样。我要从我面前驱逐犹大人民。我要抛弃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城和我说过那应该敬拜我的圣殿。”约西亚王其他的事迹一一记载在犹大列王史上。他在位年间，埃及王尼哥率领军队到幼发拉底河帮助亚述皇帝。约西亚王到米吉多去迎战埃及军，结果阵亡。他的将领把他的尸体放在马车里，运回耶路撒冷，葬在王室的坟墓里。犹大人民选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高立他，继承他父亲做王。我们今天经文在列王记下第23章第21节到第30节，让我们再用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来默想，来领受今天的经文。
大家平安。其实以前也分享过说，当我们在看列王记的时候，好像一直看到有一些事情就一直这样循环在出现，不断的提，不断的提。然而在当中，我们也是看到一些王，应该不是结尾的不一样，而是这些王他们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上位之后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在这些王的身上也带出了许多的惩罚或者是祝福。当我们在看希西家，再看约西亚，另外当提到了马拉西，这也都是不一样的层面的东西。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些的时候，会发现你怎么决定，你怎么跟随，你看到这些你怎么去处理。当你听到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你怎么去面对，怎么去处理这一些。所以在这当中有很多的差异，有很多不同，也就是让我们来看究竟我们要怎么样来处理应对这一些。当我们进到上帝的带领当中，你是要跟随还是要离开？你认为这些是无稽之谈，还是认为这真实上帝的全能就在这当中？所以当我们看到约西亚的时候，你会怎么去看待约西亚？在他身上有很多好的可以学习的，当然一定有很多我们是需要成为我们提醒的部分。在约西亚最后这边，我们一起来看圣经这边怎么记载约西亚。很重要的，当我们讲到约西亚的时候，其实也就是今天经文这边在讲的。约西亚王命令人民遵照约书上的记载，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当前面有记载说，当希勒家他发现这本书的时候，他交给书记沙番，沙番读了，也赶快去拿给约西亚王。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些过程。当你拿到了，当你领受了，你有没有赶快去分享？不只是分享，你要赶快的去了解它，然后去做调整。所以那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反应而已，拿到东西赶快给谁，赶快拿给谁读，拿给谁听，赶快去做这些，只是有反应而已。但是有没有真实的回应？回应上帝所说的，回应上帝所提的。所以这当中我们很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真实的去回应这一些，还是我们只是有反应而已？所以这也是昨天在分享的，我们只是反应而已嘛，啊了一声，惊了一声，还是我们真实的去回应上帝？所以我们看到约西亚王是真实的在回应，所以他就让大家来听这本书，然后做了很多的处理，让我们在当中能够来回应，能够来处理，该清除的清除掉，该调整的该调整掉。我们需要来敬拜上帝，就来敬拜上帝。所以在这每一个状况当中，都回到上帝面前来做这些处理。所以这边也讲到说，照着约书上的记载，守逾越节，遵从上主他们的上帝。所以这当中也非常的重要，在这个过程里面，他领受到了，他也去回应了，在这里面来回应上帝，来回应这本经书里面约书里面所写的。他说应该要守逾越节，也就一起来守。所以这本约书或许也就是我们后续在讲的摩西五经，在这里面所记载这些，他就照这样听了，照这样来调整，照这样的来遵守，来守这样的节期。所以当他看了，他就这样做。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我还记得之前一个牧师在分享说，当一个人他读了圣经，他真的把圣经读进去了，他就如同他所说的，他是一个读圣经的人。所谓读圣经的人，不是这样读过去就没了。所谓读圣经的人，是你去读了，
读到你生命里面，而且去实践出来，这才是真实的读圣经的人。所以之前我们也有一本书，吃这本圣经，所以把圣经吃下去，也就是当你在像你在吃东西一样，吃了要咀嚼，咀嚼了要消化，消化了就进到你的生命里面去。各位弟兄姐妹，你有这样子吗？把这些东西吃到你的生命里面去，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然后把它活出来。所以这边在讲的说，照这样子去做，所以有守逾越节，然后遵从上主他们的上帝，在行为上，他们去守这样的节期，在内心里面，他们遵从上主他们的上帝。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很重要。你的内心、你的外在有没有一起这样搭配？当你读了圣经，当你领受了这些东西之后，你的里面有没有改变？你的外面有没有改变？所以当我们在看的时候，约西亚，我相信他从里到外有很大的改变。但是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有可能也没办法完全的达到这样子的状况，全然的改变，全然的更新。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生命要更新，我们灵要更新。其实很重要的第一步就是你要听进去，你要赶快去实践出来。过去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人，就是他只是要听而已。很多人很喜欢参加礼拜，很多人很喜欢参加查经班，听了很多道理，哇，听得很棒，哇，这个牧师超会讲的，哇，这个牧师查经班，哇，真的很有料。其实我可以跟你说，这个牧师讲得很棒，这个牧师很有料，他很有生命，他很有见证，那是他的。你听只是这样听而已，这不是你的。你听完了，拍拍手，对这个牧师有一些赞美，然后走了，挥挥衣袖，不留下一些云彩，这些都不是你的。唯有你把它听进去，吃进去，实践出来，你才会跟那个牧师一样。或许我们没有办法带得到这么棒的查经班，但是你的生命活现出来。当他带着这样的查经班，我们把他所说的听进去。当这个讲道讲得非常的棒，你把它听进去，照着去做，这样才会是你的，你的生命才会改变，你的生命才会更新。所以当我们在读经，当我们在灵修，当我们在聚会，或者是我们上的一些课程，其实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有些同工也在讲，很重要的一个点是要去操练，不是上了这些课而已，是要实际的去操练。我们需要去操练。当我们在讲祷告，你要真实的祷告；当我们在讲代祷，你要真实为别人代祷。当我们在说很多的这样的操练的时候，我们要真实的要去做。当你去做的，你才会发现你的生命在更新，你才会发现你真实的去遇见上帝。为什么我们说要服侍？在我们的服侍的过程当中，你才有办法去磨塑出你的生命。在你的服侍的过程当中，你的信仰才会活络起来。在你服侍的过程当中，你才会去经历耶稣所说的你们要彼此洗脚。在真实的服侍里面，你才会遇到很多的冲击，而在当中你才会说，主啊，求你与我同在。所以在这许多情况当中，才会真实的让我们生命里面活现出来。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里面，你觉得你要怎么走？所以这边我们在21节这边，我们看到约西亚，他领受了这本约书，
他就照着做，他就做了很多的处理，洁净之后，接下来守逾越节。而在这过程当中，在这样的清理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很像献祭的过程。当我们在看，不管你是带牛、绵羊、山羊、鸽子或斑鸠来献祭，这都是一个过程。当你在筛选的时候，当你在养这些的时候，一直到你要往圣殿去的路上，最后来到祭司的面前，当祭司接纳了这个祭物，然后开始在那当中去做献祭前的预备。其实这都是一些时间，一步一步的在往前走，在预备了你的生命，然后最后才是献上，放在祭坛上烧了。所以这是一个过程。当约西亚他在洁净这些的时候，毁坏了这许多祭坛，也是这样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并不是说我现在说了就怎么样，而是他也让我们看到约西亚，我相信他也是让群众们参与在这个洁净的过程。他洁净这些，在洁净这个过程，他派人来清理犹大的许多地方，他也派人去到伯特利，去到了撒玛利亚，去到这许多地方去做这样的洁净，让人们参与在当中。当他这样做完洁净，这样处理完之后，接着像今天经文里面在讲的守逾越节。所以当他这样做完之后，这边记载说，从士师治国的时代以来，任何一个以色列王和犹大王都没有这样隆重守逾越节的。当我们在看经文的时候，让我们回想到士师治国，那不就是圣经里面的撒母耳记以及前面的士师记？而在这边讲到犹大王跟以色列王，也就是在撒母耳记跟列王记、历代志里面所记载的这一些。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的是，从士师以来，其实他特别是在讲的是有王建立了国，建立了这个国，然后建立这个王国，然后有王之后，他讲到说以色列王和犹大王都没有这样。所以士师治国一直到撒母耳，其实撒母耳在那时候也算是一个士师。所以就从前面那些士师一直到撒母耳，一直到现在，这个约西亚王没有这样庆祝逾越节，没有这样来守逾越节。其实逾越节可以说是庆祝，也可以说是一个提醒。第一个逾越节是在上帝差遣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而在当中我们看到我们称为10灾的第4个灾，要杀掉头生的、投胎的，不管是人或动物，投胎的。所以在那当中，上帝交代他们衣服都要穿好，预备好，然后预备一只羊，然后把那个血涂在你们妹上，然后你们在当中，你们要烤好一些饼，不要等它发酵，做好饼就烤好了。预备那羊，你自己吃，在家里面吃，不能到外面去，或者是你们可以2家人、3家人一起吃，如果你们人很少的话。所以在当中，上帝保守他们的生命，也让他们在最后一个第10灾之后，他们要赶快的离开埃及。在这逾越节当中，其实后续可能有守了几次比较大的，但他这边讲到说，从士师以来，士师治国之后，这是最大最隆重的一次。所以这一次，当约西亚他在守这逾越节的时候，
是到了他当王的第18年，他在位的第18年，王和人民在耶路撒冷庆祝逾越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他前面其实约西亚前面处理了很多东西，他需要去处理这些山上的庙、圣殿里面的祭坛，然后这些异族的神明都处理了。所以就像我们前2天的经文里面，在23章第1节到第20节当中，我们看到了处理的非常的多，不单单只是巴力跟亚瑟拉，还有亚斯他路，还有很多的这些神明。所以从犹大到伯特利，到耶路撒冷，可能也到但，都处理了，把这些都清理了。当我们在看希西家的时候，希西家是处理他南国犹大国的部分，但是我们看到约西亚处理的是更宽、更广的一个范围，而且更细微。前面记载的都是山上的丘坛，或者这边的庙，或者是巴力和亚瑟拉，但是我们看到约西亚他所做的，不单单只是山上，不单单只是圣殿里面，也不单单只是犹大的范围当中，他的领域已经扩张到以色列、北以色列的地方，这些都处理了。也从巴力、亚瑟拉，一直到那些我们比较不知道，或者说圣经不常记载的那些神明，也都处理了。也包含了前面有讲到说，其实有些地方他们会去拜他们的神，而且要献上自己的孩子，烧掉自己的孩子。所以我们看到有这许多东西，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约西亚也都这样把它处理掉了，甚至毁坏那些。昨天的经文里面讲到说，他有去挖了一些坟墓，把那些死人的骨头或者是灰，把它撒在那些祭坛上。所以大家这样做的时候，是破坏了那些，让那些祭坛从此不能用，让那些祭坛从此是毁坏。所以他破坏那些，也把那些都神像啊什么之类都烧毁，把那些偶像都烧毁、劈坏、丢掉。有人把它倒在提伦溪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他这样做，他前面势必有一段时间要让他成长，要他明白上帝的话，要让他去处理很多事情，然后慢慢的人民愿意跟随他的时候，他这样去做。不然像我们像之前在讲的，可能会有很多反对的势力，而这当中我们需要一段一段的，就像我们进到一个团体里面，我们需要有一段时间去磨合，去跟这些人有这样的熟悉，然后我们才有办法一起来做事情。而在当中有这样的信任感之后，我们接下来像以前在讲的大破大立。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常在讲毁坏建造，唯有毁坏才能真实的建造。当我们要毁坏某些东西之后，我们后续的建造，我们很多时候都说要建造，但是我们没有接近。在教会里面也常常是这样子，我们都希望我们做的多好多好，但是我们都不想要去改变它。就像我们常常说啊，很多人都会说啊，哪个教会多棒。就像有时候会讲某一间教会哇，他们发展得很好，他们建筑盖得很棒，但是你有没有看到他们前面在拆毁的什么？拆毁人跟人的关系，拆毁了他们做的建筑物，拆毁了那许多你觉得很有价值的东西，拆毁了你个人的信仰，拆毁了你个人的财务系统，拆毁了很多。当你这样拆毁之后，你才会知道哇，这里面很有问题。就像之前有时候都会看日本的节目《全能住宅改造网》，当他们住在那边的时候，都会觉得哇很好啊，只是有点问题啊。当他们住在里面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只是有这些问题，可能老旧了，他们希望翻新，有可能这样一谈就谈了很多年。
然而在他们确定要动工的时候，他们把那些墙壁的那些木板拆掉之后，才会开始凸显出来。哇，他们这些梁柱可能都有些问题，可能被虫蛀了，可能潮湿，可能他们的柱子的下面已经接不到地板了。这当中有很多问题，他们会说啊，这个房子没有倒，真的是很庆幸。或者是有些房子它刚好是倚靠在隔壁的墙上面，如果没有靠在隔壁的墙，它就已经倒了。所以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房子有太多的问题。当你没有把那些墙全部拆掉，你根本看不到梁柱的问题。所以当他们这样把它全部拆掉之后，发现哇，还好拆了，还好整修了，还好我们动手了，动工了。是不是我们有可能也是如此？当我们要开始拆毁的时候，才会发现哇，感谢主，让我们这时候动工了。但我们也知道，有一群人就觉得不要不要，绝对不要，怎么可以拆毁？所以当中，当你有拆毁了，甚至整个打掉重建之后，你才会发现哇，原来我们可以做到这个程度。所以当我们能够这样拆毁，才有办法继续的往前走。在当中，我们看到约西亚这里面用了17年、18年的时间，在做这整个国家的改建。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教会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需要用很大的力量在做这样的调整。切新的木材进来，可能很快的就可以做一些处理了。但是你旧的材料，你怎么样去翻修，怎么样去处理，这才是一个问题。所以这边讲到说，约西亚王在为了第18年，王和人民在耶路撒冷庆祝逾越节，为了要实施西西家大祭司在祭坛在圣殿发现那书上所写的法律，所以当他知道了，他就这样去做。当他做这样的守这样逾越节，也是在回应这些。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了约西亚王这时候已经把耶路撒冷和犹大其余地区所有统领者、算命的、家族神像、偶像以及一切异教崇拜的东西都清除了。这当中让我们看到了包含了那些算命的、那些女巫、巫师、算命的人。其实我们台湾有非常多在算命的，有很多是通灵的，有很多在观落阴的。可能现在观落阴可能不流行，在20年前，台湾超多庙在做这种事情的。一切偶像跟家族神像，也可以说大大小小的。像现在有很多人，可能家里面比较没有在放那些偶像，但是他拿一张照片，某个庙的佛像神像放在他的皮包里面拿出来，有时候拜他，有时候怎么样，有时候我们家就贴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讲，这些东西也都要把它销毁掉，都要把它去除掉，把这一切都清除掉。那个偶像有的是大的，有的是小的。如果就要看中国的话，可以看到那些佛像有的是1-20公尺都可能有，但是有可能只有1公分、2公分的也有，可以带在身上，可以放在许多地方。一切异教崇拜的东西都清除。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人他们在家里面在做这样圣别礼拜的时候，或许在这个过程当中只是清掉那些偶像，但是有的是连那些书籍都拿出来烧了。这个过程也很像是保罗他在宣教的过程当中，去到某一个城市，当那城市的人听到福音之后，他们把所有的书籍等等都拿出来焚烧了。那些悔改的人把那些东西都焚烧了。但是我们基督徒呢，
我们却不是如此。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还很喜欢去看那些星座，然后就会说你星座的运势怎么样，你应该会怎么样。我们会觉得，这应该没什么吧？有什么？因为你在无意当中，你就会被提醒了。当你在穿衣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今天的状况，我应该要穿什么颜色的？我应该要穿什么样子的衣服？当你要买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星座里面讲到说，我应该要搭配什么花，所以你就会多买那个花。当你要买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也会去这样去想。所以有很多这样被影响的部分。所以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是不是如此？你都觉得无所谓，但是有没有发现你都已经被这些东西带着走？甚至你要买东西的时候，你也会被这些东西在影响。他会跟你说你的幸运数字是多少，可能你只要买1-2个，你发现你的幸运数字是5，你就买个5份。我们还是都会被这些影响，所以已经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以许多东西，虽然你都觉得无所谓，但是这些该丢就该丢。这边讲到说一切都清楚了。在你的生命，在你的家庭当中，有没有将这一切都清楚了？所以这边讲到说，在他以前没有一个王像他那样尽心尽意尽力的侍奉上主，遵行摩西所颁布的法律。在他以后也没有一个王像他那样，所以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以前没有这么尽心的，以后也没有。当然，对我们来讲，我们会觉得很多事情我们在做的时候是空前，不尽然绝后。但是圣经里面这边已经讲到说，像他这样子的话，他算是顶端了。前面没有比他这么尽心的，之后也不会有。虽然他做到这个程度了，但是圣经里面感觉好像回马枪又出来捅了一刀。这边提到说，约西亚做到这种程度，但是他前面的那马拉西这个王所做的，上帝的怒气没有止息。所以我们看到马拉西做的是很过分的事情，他把那一些都放进来。我们看到前面的王，从所罗门他带了非常多东西进来，到后来亚哈，然后影响到南国，到马拉西，他带进来的更多。所以上帝的怒气一直延续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家族里面，大卫的家族里面，一直深受过去的影响，受着过去大卫所做的，来领受上帝的恩典，也照着过去这许多的王所做的，上帝的怒气依然在这个家族当中，上帝的惩罚的手没有收回。所以上主他说，我要对付犹大像我对付以色列一样。因为以色列怎么样，当记载到北国以色列的时候，一直在说这个王所做的就跟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一样，不止自己犯罪，而且也让以色列人民都陷入在罪里面。所以当初我们看到以色列从第一个王一直到这时候都一样，一直在罪里面，甚至更严重，像亚哈一样，亚哈跟耶洗别所带来的是更严重的。所以这边讲到说，我对付犹大就像以色列一样，以色列这时候已经被掳了。这边说，我要从我面前驱逐犹大人民，抛弃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城和圣殿。所以我们看到之后，约哈斯之后，美夏愈况，在约西亚之后，他的孩子所接下来的越来越糟糕了。
所以当中我们看到这几章在讲到的就是约西亚，他的事情也都记载在犹大列王史上。最后他死在战争，然后他的将领依然尊重他，依然敬重他，把他放在马车里运回耶路撒冷城，葬在王室的坟墓里。那人民也选择约阿斯继承了约西亚来做王。所以当中我们可以来看到这些，或许我们会觉得为什么放马车？但当时不是最好的就是马车了吗？放上马车可以赶快送回来。在这世代，我们可能赶快放上火车，放在冰柜里面，放在飞机运载回来，用最好的方式把它运载回来。那时候用最好的方式就是马车。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约西亚的记载就到这边。所以当我们看到约西亚一直在看到的是，当他读到这经书，这约书，他一拿到他读了，就改变了。一人得救，全国要得着了恩典。所以在列王记当中，也让我们看到，因为一个人犯罪了，全部的都陷入在罪里面。因为一个人得救，也能够让所有的人回到上帝面前。在基督教神学里面，也常常在谈，因为一个人犯罪，我们身上都带着罪；因为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也都得着了救赎。因为那一个人，所以让我们看到列王记里面在讲的，因为一个人让所有人堕落，也因为一个人让所有人能够跟上帝重新立约，重新的回转，回到上帝面前。这也正好就像我们在讲的基督论里面一样，因为第一个亚当，我们陷入在罪里面；因为第二亚当，因为耶稣基督，我们跟上帝有一个新的关系，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重新被定义了。我们也因为那个人，因为耶稣基督，我们跟上帝有新的关系，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子。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看今天的经文的时候，你看到了什么？当你在看到约西亚所做这些的时候，你有被上帝提醒了什么？你有没有决定接下来要做什么来回应上帝？让我们有一点时间来默想今天的经文，也回到上帝的面前来思想，来领受上帝要对你说的。愿上帝亲自来对我们说话。我们有段时间来默想上帝的话语。
亲爱的主，恳求你的灵，恳求你赐下圣灵在我们当中，愿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时每刻回转来向你。在许多时候被你提醒，亲爱的主，我们生命里面有许多的状况需要处理，我们需要回来你面前来认罪，来祷告，我们需要来洁净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我们许多时候，我们生命里面充满了许多其他的东西，被这世俗的一切，被其他的宗教，被许多人的言语所充斥着，也被自己的害怕、担忧来捆绑住。亲爱的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将这一些一层一层的来解除掉，释放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不再被撒旦所捆绑，不再被我们自己的面子、自己的私欲、自己所注重的这些东西来捆绑，让我们从捆绑当中得释放、得自由，也让我们学习像约西亚一样，进到你的恩典当中来领受你的话语，从你的话语当中带出生命的改变，也让我们生命被更新，让我们从许多的层面当中来回应你。我们看到约西亚，他读了约书，他听进去了，他也带领他的大臣，也带领他的国家来悔改，来认罪，也竭尽他力所能及的许多的地方，从他所带领的犹大国，一直到以色列，他都出手去洁净了。主啊，让我们生命里面也是一样，去洁净我们一切我们力所能及的地方。当我们洁净完，也回到你面前来庆祝，来敬拜你，将这些都摆上，依靠你的大能来处理这一些。主啊，让我们生命里面尽力的来回应你，来回应你，不让我们陷入在那害怕担忧当中，而是有主你的依靠遮盖你的大能在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生命被改变，让我们愿意全然的归向你。主，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主你面前，让今天所领受的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让我们真实依靠你，跟随你来走，让我们看见我们能够影响这个时代。就像刚刚所分享的亚当跟耶稣，也如同我们在读的列王记当中，因一个人而堕落，而得罪，而犯罪，影响了所有的人，也因一个人的悔改认罪得着恩典，也带领这许多人领受这样的恩典。主也让我们成为祝福的管道，而不是惩罚的管道，让我们成为祝福的管道，因着我们祝福这个时代，因着我来祝福我周遭的人，因着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来影响到他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愿主你聆听我们的祷告，祝福在我们当中。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要祝福你，让你成为祝福的管道，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改变了，你更新了，你周遭的人也要因你而得福，你也要领受如同亚伯拉罕所领受的恩典，众人因你得福。所以让我们每天给上帝空间，给上帝时间，让上帝将你分别为圣，让你的生命不一样。愿上帝赐福于你。